成日都聽到人講交易係反人性，但你有冇諗過人性係咩？而到底我哋要反抗嘅人性又係邊一種呢？人性本身有好多漏洞啦，咁心急、貪婪、懶惰，你想戰勝大戶啊，想一夜致富啊，結果咧就借錢開槓桿，以為只要個掣一賣就可以財務自由，結果最終自己就不斷賠錢俾市場，好唔甘心。但係當賺翻少少嘅時候，又覺得自己係人生贏家，但係其實只係單憑直覺，毫無根據，50-50咁賭升跌，最終都係輸晒啲錢。其實交易嘅時係最需要反嘅係人性入邊嗰種衝動，你會衝動想證明你既自尊實力，想嘗試測試你曾經簡單讀過幾本炒股書入邊嘅技術係有用，但係就因為缺乏耐性同格局呢，就輸晒靠運氣賺翻嚟嘅錢啊！最低能嘅仲要係走去怪人哋唔識教，屌人哋講嘢冇用，但係明明自己只係一個井底之蛙。點都好，今集講完咩叫反人性，下次再講點樣戰勝人性。如果你想更深入學習股票呢門藝術，記得 like 同 subscribe 我埋個鐘仔，我係廖達元阿龍。